在4幅所述1至7節咁樣講到，因為在耶穌內中透過佢嘅血贖切嘅人類，就係咪呢？就係燃亮佢嘅嘴，透過佢嘅安排嘅恩典。那上帝嘅寶血下面佢嘅嘴，是個當日相信之時，佢嘅嘴本佢贖切。那在約翰福音35節，為了係嚟撒相信佢，每一人相信佢。得到永久嘅生命，那所以是個需要相信耶穌基督係自家嘅救主，為了自家得到永久嘅生命。因為在呢個羅馬書第13節咁樣講到，因為係嚟撒死上帝，係嚟撒禱告嘅上帝，自家得救。那上帝開了呢個得救嘅路，本每一人自家人類係乜呢？謙卑打開心，相信。耶穌係上帝，係嚟到世間出世，死在十字架，透過佢嘅寶血贖自家嘅罪，赦免自家嘅罪，自家相信佢，耶穌係自家救主，耶穌係自家嘅上帝，自家得到永久嘅生命。